高铁要通到宜兰，交通部是办公听会了后，就刊一篇文章，讲这沿线居民大多数拢是支持开发的，不过这句话煞就引起争议。有民众是批评讲根本都无人问过因的想法，环保团体嘛表示，公听会迄天根本都无讲到居民的权益。 高铁延长到宜兰的计划，交通部办理公听会，无论是支持高铁还是反对的民众，拢有参与来表达诉求。高铁就叫最近伫面册发文整理收集到的相关意见，指出沿线居民真侪拢支持开发，这项讲法引起部分的沿线居民甲环保团体不满。阮伫车头附近的遮个居民，讲实在，自头到尾拢毋捌，就是问过阮的意见，也是讲阮的想法是啥。 住伫高铁宜兰站边仔居民认为讲，当地环境原底真清幽、真单纯，未来车站设立了后，当地会有交通甲噪音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不过，铁道局煞无列入去收集的意见当中。这个说法显然跟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那天的公听会其实完全没有提到沿线居民的土地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权益啊，或者是他们以后可能面临到的一些就是一些环境上的冲击。环保团体是表示，迄天的公听会无沿线居民参加，目前高铁延长到宜兰的计划，敢若初步的路线，影响的砖头也是宽段用初步的路线，特地画青影上才知影，而且大溪甲头城沿线居民拢烦恼家己的权益，因为高铁的路拢受到影响。没有委托了专业的民意调查的机构，那针对沿线所经过的村里啊。 我们是用那个面对面访问的方式然后去进行那个问卷家户的问卷调查呢。铁道局回应讲，目前高铁延长到宜兰的初步路线已经确定，有针对沿线的村里居民以面对面访问的方式，用问卷调查得到多数民众支持的结果。办理公听会了后，收集到的相关意见，依法拢会回应处理，列入去会议记录，按算4月初2会完成记录，上网公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